其实看到嘅镜头风嘅气候艺术呢啲报道，来看到咧特长嘅镜头戏嘅表演，虽然敢若短短5到6分钟，也是演员企图睇人嘅镜头风又唱又走起，咧对错戏咧徛等小朋友看起来未懂简单嘅用。其實係後背要見到大家都唔知辛苦嘅練習過程，尤其咧培養默契係輕鬆要嘅。當然，咧細演員嘅擔未來菜，先是其他各個嘅素材呈現出一場讓觀眾看了做下會流露動情盡興嘅表演。孙海伟上台表演，这演员不是爱好孙海伟，还爱见弄金光棍。当流了跳上跌落的孙海伟，行后铺、卡脚、摸住爱踢，都爱做带错的人来做。我们主要是步伐，然后根据情节，甚至说，我像以前演过这个孙悟空嘛，孙悟空不是走猴步嘛，猴步嘛，你就他的身子应该是整个是要蹲着，比如这个整个蹲的姿势。那整个要走的猴不能是站了一下子，那这样子也是，那上面的孩子呢也要有猴子的一些动作的表演。無論鏡頭戲戲到哪，第二集嘅小演員總係受到大家嘅注意。其實大概小朋友頭下馬練鏡頭戲嗰下，幾時唔係暗自演咯。第一次選中他，他第一次上去啊是在那邊喊救命，他的整個人啊腳是在發抖的。身子是在顫抖，那个汗啊，就看到他这样子滴下来，换下来，他站上面，救命啊，救命！下来的时候他讲哇，实在害怕的人，那我们要一直鼓励，一直鼓励的。故說專業嘅小演員唔單唱愛動好表演，還愛當時動將，練久嘅職業就唔會驚。很敢於挑戰，很看難的動作。那个他就說，這個手要抓住，這個手抓住，這個腳就可以這樣子放出來，這樣子可以。讓他自己伸出來。對對對，那個小孩子會膽子更大點，他一下子就伸出來了。鏡頭劇演出真係冇按過，這次嘅演出小朋友佢啲鏡頭行來表演咯。其實大家看見都按強手，有動作嘅挑戰同技術都當好。大人是手要給他抓住這個地方，把他抓得靠在這個腦袋這個後面。再一個技巧就是他這個腳掌放在大人的這個踩在這個上，踩在這個上面，就得踩在這個上面。他這個來一個腳跳，然後這個地方，腳心的地方踩在他這個，踩在他肩膀這個中間那個骨的這個地方，凹下去的地方，那他就不會痛，然後也比較穩。他這樣子跳起來，跳起來，你看跳，哎，跳都沒問題。唔是講帶操同小演員平常愛配合到動表達，怎麼要反正有精彩嘅鏡頭戲好看。默契就是說，小孩子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比如說朝這邊，那你默契腳就要移這邊過來，這樣子，移這邊過來，讓他手往這邊過來，你不能說手朝這邊這樣子，那就不對了。所以說他默契就上面做手，下面就要做腳，跟着那個身段來走。係用台當3分鐘，台下10年歌也記翻嚟過，一拳土車正好做鏡頭戲，1到2年嘅小演員，可能唔係易錯，唔係夾到50萬，係夾到冇按到嘅訓練時間，俾到一啲簡短嘅時間內，學做一啲專業嘅表演者，夾到按部時頭，拼湊嘅圖做帶做嘅人強下練習。總統木卡行過基地也有嘅鏡頭風，繼續練當時行過愛用嘅戲。安尼特場表演，觀眾都會知道當前色，行過永久基地大家嘅心肝跳度。下個新聞帶關於唔是以福建實驗嘅採訪報道。
其实像是沙井剪条戏，把人用声音来做戏曲嘅传统艺术嘅方式，嚟到台湾中南部嘅庙会度，行拢是看得到。但研究传统戏曲嘅前台湾戏曲后线嘅教长强中形式讲，对某一种角度来看，沙井嘅剪条戏同家家粗把戏其实有相同嘅素材。下次礼拜一，是本人继续来关心下沙井嘅剪条戏同台湾嘅民间青条、耳角还有粗把戏之间嘅关联，还有佢哋各自无相关嘅发展。